人类命运的进程，伴随着追求真理的本能。在烈火与鲜血中，先驱们举起旗帜，打碎旧世界。这是他们留下的一本小册子，一部走向新中国的秘籍。A specter is haunting Europe.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. 怪物 ，specter， 怪物。1920年，春寒料峭，浙江军阀到处抓捕革命党，眼前的年轻人只能躲在老家的柴房里翻译一部小书。他还不知道，他指尖流淌的是一个伟大社会制度来到中国的前奏。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，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。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为要驱除这怪物，加入了神圣同盟。当这些文字浮现的此刻，中国已走入绝境。1840年以来，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一次又一次掀起变革，却一次又一次被闷棍打了回去。谁能救中国？是刮地皮的旧军阀，还是吸人血的资本家？这个问题促使一些知识分子放弃幻想，开始尝试从西方的社会学说思潮中探寻道路。一种叫做共产主义的理论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，它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，刚刚在俄国取得巨大成功。列宁领导10月革命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基于共产主义在苏俄的成功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认为，或许我们可以复制苏俄经验。可是，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？钟辅兄，这是你要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太好了，要尽快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。是啊，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要找的真理。要解答什么是共产主义，就必须看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可是当时只有零星片段式的摘译，有许多不准确甚至谬误可笑的地方。工人、农民，他们都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，可这些人都看不懂洋文。想法子，去上海吧。陈望道懂英文也懂日文，让他来翻译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一定不辱使命。29岁的陈望道挑起了翻译的重任。当时，陈望道确实是不二人选，因为首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底本只有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和陈独秀带来的英译本。其次，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，钻研过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国文素养也很好。最重要的，他痛恨现实，他有改变中国的雄心。南方湿冷的空气均起着他的膝盖骨，但你很难说这些事情对他造成了什么干扰。蓉煮了点粽子，趁热吃啊。好，好，够甜吗？够甜，够甜了。你看看你。陈望道太专注了，以至于吃粽子的时候蘸红糖蘸错了碗，墨汁很苦，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。难题一个接一个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，思想深刻，文字精炼，能准确译出已非易事。要做到文字传神，就更难了。Bourgeois, proletariat， 这两个词怎么翻译才好？中文里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。陈望道明白，《共产党宣言》里这两个词代表两个对立阶级。日文版翻译成绅士、平民，这听起来太顺耳了，既不准确，也无法激发劳苦大众对现状的不满。Bourgeois, proletariat， 共产、有产、无产。对了，无产者。如果必须找到一个词汇，一定是无产者。中文自创制以来，
第一次有了无产者这个词。如同打怪升级一般，陈望道破解着一关又一关，他越翻译越觉得精妙。宣言里，马克思剖析了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种种弊病，并提出要想实现共产主义，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政权，最终消灭私有制。他不吝惜用最热血的词汇描述共产主义者的观点：凝结的散入烟云，神圣的坠入晦血。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！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，得到的是全世界。没有家人的家，只是一栋房子；没有政见的政党，只是一盘散沙。1920年8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问世上海，很快被抢购一空。它数派瓶装，简朴至极，但它却为一个政党的建立踩下了第一脚油门。中国有4万万人，穷苦的劳动者却占多数。若是将他们联合起来，这将是多么排山倒海的力量！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愿它能为中国的革命道路照亮一缕光。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？建立共产党为了什么？正是这版《共产党宣言》统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。它让更多人知道了共产主义、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。之后的故事属于另一批青年人，他们阅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。他们的脑海中都曾闪过这样一句翻译：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，得到的是全世界。